我是讲，听大家人安尼讲薪水嘛，啊伊即个，伊年岁有了就即个期间公积分啦吼，那当然伊即个所在咧，吼，当然伊对有了解即个伊所提起的，那么无非嘛是要向内观，吼，咱一直爱向外去观，吼，因为咱而且咧讲伊有咧讲着即个，吼，即个欲有出境，吼，欲有出境，那么欲有出境的时阵呢，也就是讲咱每一个人，吼，对于咱着听前辈则讲，每一个人心中内底都有一颗经啦，吼，所以讲咧，这颗经咧，咱要安怎会当真正，吼，去家己持上，持上就是讲，你本来所具足的物件，你要安怎家己流露出来，这叫做持经嘛，吼，毋是讲逐工伫遐上经，吼，因为你家己有一个佛，结果你拢向外找佛。哦，当然，咱永远咧就找袂着迄个身份嘛。哦，所以讲咧，而且伊即是咧上升，做这个是规矩哦。那么现在是说咧，固定的是说，咱在比如说，哦，那么第一出现来用咱的武器，也来讲你这个大概用那个咱的武器，哦，你今天在这个期，哦，跟咱这个老师包括这个期，那你说这个这个，你今天讲这个我们大家讲，你看咱们一个这个大家大家也了解这个问题，哦，这个我们这个期，也讲我们用，这是大家咱一个也他们这个。一般来说，像那些文化，以前的历史、历史，这个讲来是新的现象出来，哦，这是过去的，哦，这个现哦，因为是讲哦，是讲哦，一般开始期间今年的历史，不列的这种，哦，咱们讲啊，这个。这是在一百天数当中，当天数在里面，哦，这个看到到里面，那么我这边是从今年，哦，出现就会在我这边，这个要哪里？比如说，哦，那么呢，属性，但是这个是公的，它这个是相当于什么？来根据它的地理，它来说我的地方。哦，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国家是，我们现在是，哦，公园当公园，哦，公园干的非常体现这个。那么这样的体现大家我们都是在那里，是，我这个公园的。当然，我那么把这些这个东西，因当中。你看来我来讲，安排这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哦，最后也是现在做的，大家也已经知道以后这个东西是不能的。好，最后你想今天把它大概都放在对这个东西，大概在那里。内容，来一个月这种当兵不是经常当兵不是说会经常不是别人嘛，所以我说在我们这里老大爷学校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年给大家一点，好，这里都没有知道。有学生现在是然后你在在不仅得是说回来的是我他们不得说回来的是你看我在国上必须把这个
好，